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1年的9月3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25篇，箴言第4章第10到27节，罗马书第2章第12到16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谴责。昨天我们在经文的分享里面呢，我们提到了论断人的这个教导。我们知道圣经是反对论断人的作为，基督徒必须能够反省自身，并且要尽心尽力的去行善，而不是去论断别人。自我的反省、自我谴责，我们称为良知或是良心。从基督教信仰的角度来看，这个良知就是上帝的灵在我们心里面所发出的声音，是心里面一个是非的准绳。就基督徒而论，这个准绳标准就是上帝的话语，上帝的诫命。箴言的经文这样告诉我们：年轻人啊，听我说，你若谨守我的话，就会延年益寿。我已经把智慧的道路教导你，带领你走人生正确的途径。你如果明智的遵守，行走的时候就不至于跌倒。要牢牢记住你所学习的，你受的教育，等于是你的生命。受的教育就是这些上帝的话语、上帝的教导、上帝的道路。罗马书第2章提到的，犹太人有自己的律法，外邦人没有律法。这并不是在指一般的法律而言，而是在指摩西的律法。我们再看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，就比较清楚提到这样的概念。12节他说，外邦人没有摩西的法律，他们犯罪就不在法律下灭亡的。犹太人有法律，他们犯罪就按照法律受审判。外邦人没有摩西的律法，所以他们不知道摩西的律法，也不懂得什么是上帝的诫命，因此他们以自己的原则和规范来过生活。他们也凭着自己的良心来谴责自己，或者是为自己辩护。同样有一个人，可是他可能变成2种。那基督徒的生命却不是用这样子所谓的自由心证来处理，而是由耶稣基督的判断作为标准。也就是说，我们说的用上帝诫命的标准来做。这是基督徒与非基督徒所谓的良心谴责的基本是不一样的。非基督徒就良心标准就是他们自己的标准，行善也为了自己的功德。那基督徒的标准就是应当以上帝的律法、上帝的诫命成为我们心中的一个良知，然后这个良知可以来指导我们走在一个正确的道路上面。箴言的经文继续这样告诉我们：坏人走的道路你不要走，邪恶者的榜样你不要学，要躲避邪恶，不要跟从。
只管走你的路，拒绝同流合污。坏人不做些坏事，便睡不着觉；不害人，便不能成眠。邪恶是他们的粮，残暴是他们的酒。义人的道路像黎明的曙光，越照越明亮，直到白昼来临。坏人的道路犹如沉沉的黑夜，他们跌倒了，还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把他们绊倒了。年轻人呢，要留心听我的话，听从我的教训，不要让他们溜走，要记住他们，铭刻于心，因为得到他们就得着生命。这是在前面也说过了哈，就是这个是生命，也会得着健康。所思所想要谨慎，因为生命是由思想定型的。不诚实的话一句也不说，撒谎的话一句也不讲。要以诚信的态度正视前面，不要垂头丧气。对所计划的事要谨慎，你所做的就不至于差错。要排除那邪恶，朝着前面直走，不可离开正路一步。遵守上帝的诫命是一种学习，一种受教，是一种生命。所以基督徒的生活必须要以上帝的诫命来作为依归。我们宁可先谴责自己，调整自己，使自己归回上帝的道路，免得到了最后要面对耶稣基督的判断的时候，良心谴责是一个提醒的力量，是一个反省的开始。若是基督徒失去了这样自我谴责的生命，那必定会离开上帝的正道。如果我们能够如同箴言的提醒，我们可以去思想上帝的诫命，比如说每日三思上帝的话语，那么我们的内心就会有上帝的诫命作为准绳，让我们能够自我谴责，或是说自我提醒，我们就能够随时来做调整，回归到上帝的正道。